黃旗舉起。好，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大家都平排出閘嘅，前面快啲嘅話，中間有呢隻邊個啊，咁外邊就妙算達人啊，響入邊嘉應之星嚓聲走翻上去，守住內欄第4仲係協霸神區啊，第5位中間就天滿意啦，內欄第6仲有新力必啊，再後邊有結彩繽紛啊，咁啊後多層嘅馬啦，內欄綠色衫天池怪俠啊，響出邊呢，達龍區藍衫走咗個3搭望空尾5喎。尾4個位置係大金庫啊，咁啊再後邊先嘅都好好馬啦，紅運戰士啦，夏威夷響邊呢？尾二嘅位置啊，暫時包尾呢就嗰隻喜連奇星嚟噶。好啦，跑對面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帶頭係呢隻嘉應之星啦，跟住第2位呢就係嗰隻妙算達人啦，再見到第3位係協霸神區啊，咁啊第4位呢就係嗰隻邊個響出邊啦，第5位內欄新力必啦，中間位置啊天滿意啦，外邊呢達龍區呢藍衫望空咗啦，咁啊開始啊慢慢上咗去。再後多層嘅馬啦，咁啊先見到結彩繽紛啦，綠色衫中檔位置天池怪俠啦，尾5內欄好好馬，咁啊尾4呢就大金庫，尾2就紅運戰士，夏威夷呢俾人帶甩咗喎，尾2位置紅衫嗰匹啊，包大尾呢暫時係嗰隻喜連奇星嚟嘅。好啦，過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前面仲係嘉應之星帶頭啦，咁啊妙算達人第2位啊，達龍區外邊進佔第3，內欄第4仲係協霸神區，中間第5就邊個粉紅衫嘅，響出邊天滿意。亦都慢慢咬咗上嚟，再後邊嘅馬中檔位置淺藍衫呢就新力必啦，外邊追嘅馬分別有天池怪俠啦、結彩繽紛啦，最出嗰隻啊就夏威夷，最後直路前面透出嘅馬見到埋邊有嘉應之星鬥緊妙算達人，中間達龍區上嚟，外邊天滿意亦都追緊，再後邊嘅馬仲有天池怪俠，入邊協霸神區，出邊位置呢仲有呢隻夏威夷，馬林中間新力必，最後100米天滿意透出，新力必追緊。出邊上嚟仲有夏威夷，接近終點，羅富全贏啊！天滿意2019年度香港打比大賽，天滿意成功贏出呢場賽事啊！咁啊繼初次派馬出去跑國際賽，咁啊都能夠贏到。咁啊至於香港打比大賽，為華人爭光，結果天滿意贏，跑第2名夏威夷，第3名新力必，第4名係達龍區啊！